面回乡来做农。台中市农业局规划课程，安排120小时农场实务的课程。除了种植之外，嘛了解后端安怎来行销，它来增加农业知识的多元性。 农业局规划系列培训课程，其中一项要进行220点钟的农场实务见习，对过程当中来学习。这几天呢，带领他们到田间去看我们的实物的操作。那今天刚好是因为我们本身自己有在做食农教育，让他们了解到说，其实我们现在农业除了种植之外，我们还可以再做跟学校去做配合做教育的部分。 为着要鼓励青农返乡做事，除了伫上课过程会当学到知识，嘛会当实际去参访学功夫。低调量的学习，嘛会当互青农学到真济实务知识。做农的时候也是从中做中学这样子，然后学习到不同的领域、不同的方向这样子。 透过甲无同类型的农友学习，放伫家己的栽培管理，才会当培育出丰富成果。